台湾发生大地震，嘛引起国际上的关心。美国白宫和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拢有发出声明，表示讲因拢准备好势，随时会使来甲台湾斗相共。咱总统蔡英文昨昏嘛是去台北车头联合灾防中心去视察即马运输的情形，嘛感谢相关人员的付出。 世界初三发展强烈地震，东部的交通受到严重的破坏。经过透明抢修，大体宣布提前恢复正常双向通车，解除花莲高度的危机。不过花东路龙又还等待修理。清明连假第一天，蔡总统到台北车站联合灾防中心视察。台铁也在今天已经恢复双线的通车，对东部的疏运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损害比较严重的是苏花公路，其中下清水 桥的段落最为关键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同仁的辛劳。那我也要拜托大家持续积极应变，密切注意疏运的状况，随时调整运能。蔡总统伫台北，行政院长陈建仁加准副总统萧美琴是到花莲灾害应变中心了解灾情。国际社会正关心，美国白宫加国务院发表声明，讲随时准备支援台湾。We stand ready to support the people of Taiwan at this difficult time. USAID staff in the region and here in Washington will continue to closely monitor the earthquake and tsunami warnings and will remain 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nd are ready to provide assistance if necessary. Canada stands ready to provide support and have reached out to Taiwanese officials. We're also engaging to make sure affected Canadians have the support they need.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讲，已经甲咱国官方联络，愿意提供援助。印度总理莫迪是伫社群平台发文关心，是第一遍发表甲台湾相关的大文。咱尊总统赖清德也转发致谢。目前已经有超过47个国家的政要传达慰问。咱总统府表示诚挚的感谢，讲各国的关心，让咱国感受到温暖，和台湾社会更有力量克服这边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